大家好，今天是一心讲堂菩提大灯论的第14堂课。上堂课中，首先我们了解了学习下师父法门的必要性。那么下师父的法门总的来说可以分成前行和正行两个阶段。在前行当中呢，又分成两个部分进行解说：暇满人生难得和一直善知识。其实这两部分内容不仅是下师父的前行，也是整个三师父修道的前行。虽然说往昔不同的上师各有各的引导方式，但是呢我们这次课程就把暇满人生难得作为切入点开始讲起。总的来说，暇满人生难得的内容可以分为3个层次来进行说明。第一，什么是暇满？第二，暇满人生的作用和优势是什么？第三，它为什么难得呢？上堂课当中，我们讨论了第一个问题，什么是暇满？然而，就算了解了暇满，知道了我们具备了条件和所在的处境，可是不知道它的利用价值，也没有太大意义。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暇满人生的作用和优势是什么。按照佛经里面的说法，并不是每一种生命形式都适合修行。比如在佛教宇宙观当中，4大部洲里面只有东南西3个部洲的人有能力修持佛法，而在天人当中呢，只有那些曾经在过去世精进修行，留下了非常深厚的佛法熏陶的欲天，才有可能去修行。除此之外，所有其他色天、无色天等各类众生，以现有的身心和状态是无法升起道心的。古印度月观论师所写的弟子书中说，如来道所依，能引导众生，是有人身德，心力广大故，道非天非龙，亦非飞天德，非金翅驰名，非复行似人。意思就是说，因为人心力量巨大，所以我们人类的身体对于那些行持如来道，以六波罗蜜引导众生的菩萨们来说，是最好的选择。既不是天人，也不是龙族，不是阿修罗，或者任何其他种类的众生。这些说法可能从道理上大家都能理解，但是呢，一旦放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4大部洲还是非人天人，感觉上都有点遥远，很难
立刻产生共鸣。所以我们就试着站在现代社会的角度，想一想人生的价值是什么，究竟能带给我们什么利益。首先呢，我们来观察一下自己的处境。可能很多人对身边的环境已经都太熟悉，甚至感到麻木了，所以要换个角度，从一种更大的视野来看看，我们到底生活在一种什么样的境遇之下呢？从我们所处的社会角度来讲，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和平年代，既没有战争、饥荒，也没有天灾人祸，没有极度的痛苦和煎熬，算是过得安稳舒适。那么再从温饱的角度来讲，可以说是不愁吃穿。纵然日常生活中呢，也会有很多压力、责任或者身不由己。虽然快乐的时光不少，但也谈不上事事顺心。所以总的来说，算是喜乐参半。然而，就是这种时而痛苦、时而快乐的人生，带给我们一个巨大的优势。什么优势呢？我们有时间又有动力去思考，然后去反问自己，我们人生的意义和目标是什么？实际上，这就是佛法修行的动力和源泉。所以说，假如每天的生活都是痛不欲生的话，是不可能有任何精力和机遇去思维观察的。反过来也是如此，如果每天的生活太舒适、安逸，像在童话故事里面一样，那也不会产生想要从中抽离出来的念头。谁想从美梦中惊醒呢？所以呢，从六道的角度来说，投生在三恶道或者天界，都是不可能去好好修行的。正是这种苦乐参半的人生，才是学习佛法最好的沃土。有苦有乐，有忙有闲，有思考的能力，也有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机会，刚刚好适合修行。所以呢，我们说生而为人是六道之中最好的修行状态。不仅人生的状态给了我们很大的机会去修行，而且我们的这副人身也是最好的工具和载体。比如说，因为我们有了这样的身体，就可以去布施、顶礼、帮助其他众生。而我们的语言能力，让我们可以去持咒、念经、广传佛法等等。所有这一切善业，都是要我们身体力行，才能去积累和完成的。而相比之下呢，这些无形的众生们就很难做到。不仅如此，我们的感官功能让我们可以去聆听法教，
或是去实践一些禅修的方法。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让我们能够去进行各种观想和观修，而大脑的思维模式和记忆力让我们可以去思辨参悟佛法的内容，让我们不仅可以充分理解，而且能将真意融入自心。所以呢，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去观察，都不难发现，人生的能力和作用是很多其他众生都完全不具备的，所以说是望尘莫及的。除此之外呢，人生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用途，就是可以持戒。这是什么意思呢？刚才我们讲到，只有三大部洲的众生才可以行持佛法。不仅如此，也只有他们才可以持戒。为什么说持戒这么重要呢？因为只有戒律清净，才有可能获得暇满的人生。那么这里的戒律特别指的是十善戒，同时也包括别解脱戒。按照灯论中的说法，菩萨戒也是如此。有关戒律方面的内容在后面的课程中会再做讲解。总之呢，只有通过人生才能够有机会持戒。在《大方便佛报恩经》中是这么说的：凡得波罗提木叉戒者，以五道而言，为人道得戒，于四道不得。如天道已着乐故深重，不能得戒。这里的波罗提木叉戒指的就是别解脱戒，意思就是说，只有投生人道才能得戒。经文当中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我就不念原文了，用白话来讲一讲。在佛陀时代目犍连尊者的一位弟子得了病，于是呢，目犍连就以神通飞到忉利田去找奇婆帮忙。奇婆生前是一位名医，也是目犍连的弟子，死后呢，投生到了忉利田，所以目犍连就特意飞到天上去找他。到了天界的时候呢，刚好赶上天人们成群结队的前往欢喜园，而目犍连尊者就站在路边，所有天人一一从他眼前走过，可是呢，没有一个人顾得上看他。奇婆在人群的最后面，也正好赶过来。他看到目犍连在路边，于是呢就挥了挥手，可是呢却没有停车，车子直接从尊者前面开了过去。这个时候呢，目犍连心想，他原本是我的弟子，如今呢享了天福，感受到了天乐，却忘失了本心。于是呢，随即就用神力强行让车子停了下来。车一停，奇婆便走下车，恭敬地向目犍连行了一个礼。而目犍连呢，就各种
责备他，说他这样做实在不妥。岐婆听后回答道：念我曾经是您的弟子，所以刚才向你挥手致意。您看看其他天人有人向你打招呼吗？做天人太享受太快乐了，其实心中并不自在，所以才会如此。然后呢，目犍连就问岐婆：我的一个弟子生病了，应该要如何医治？岐婆答道：只有断食才行。所以呢，在经文的后半部分，佛陀是这样解释的：凡受戒法，以勇猛心，自是决断，然后得戒。诸天着乐心多，善心力弱，何有得戒？恶鬼以饥渴苦，身心烧染，地狱无量苦恼，种种处毒，心意痛灼，无缘得戒。畜生中以业障故，无所晓知，无受戒法。虽处处经中说龙寿斋法，以善心故而受八戒，一日一夜得善心功德，不得戒也。以业障故，以四天下而言，为三天下：阎浮提、居耶尼、佛婆提，即三天下中间海洲上人，一切得戒。所以说，不管是我们外在的身体，还是内在的精神、思维能力等等各方面的能力和条件，都让我们拥有了其他众生所不具备的优势。不仅我们行善持戒，还可以闻思实修。所以说，无论是我们的人生还是人身都是修学佛法最好的状态和载体。那么我们大概了解了人生的用途和优势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第三个问题：人生为什么难得？获得暇满人生真的很不容易吗？按照波多瓦大师的说法，难得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来说明：本质难得、因缘难得和比喻难得。首先，我们先来讲本质难得，也叫做数量难得。简单来说，就是从概率上拥有暇满人生，成为一名修行者，是多么的难可贵。那么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呢，首先有一个前提，我们必须要明确。什么前提呢？就是要清楚和确定自己的首要任务是一名佛法修行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只有对于修行者来说，才能正确理解暇满人生为什么难得。那怎样才算是确认自己是修行者呢？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都随时随地扮演着很多角色。比方说，在公司职员的同时，又是父亲，又是孩子，又是兄弟，又是好友等等。总之呢，一人
分饰多角。然而在这里面啊，我们有一个最重要的角色，就是佛法修行者。实际上呢，在皈依三宝、发心修行、立志成就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已经是一名修行者了。而这种身份完全不同于其他任何身份。为什么呢？因为佛法修行不是一朝一夕，甚至不是一生一世的事情，而是需要生生世世持之以恒的去行持的事业。它的目标所要解决的问题超越了生死，甚至超越了时间。也许其他那些身份可以根据生活中的情况相互切换，但是呢，作为修行者是不能切换的。无论我们什么年纪，身在何处，就算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也改变不了我们是一名修行者。因此呢，应该要随时记得自己是一名佛法修行人。那么佛法就是人生的主旨。如果可以实实在在的这样去想，那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自然而然的把佛法作为大背景来考量。这就好像一位母亲，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不由自主的为自己的孩子着想，把自己的孩子作为一切事物的重中之重。同样的道理，作为一位修行者，时时刻刻想到的应该是佛法，把佛法作为一切事物的前提。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所以说我们生活中所有其他的身份都应该建立在修行者这个基础上，所有事物都应该排在修行之后。能做到这样，才算是名副其实的修行。当然呢，这里有一个重点我们要了解，佛法作为一切前提，所有事物都排在修行之后的意思，不是说为了修法就不能合群，不能正常的生活。修行佛法本质上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训练，而融入在生活当中的修行，意思是要我们随时根据佛法的教授来调整和敦促自己的行为和状态。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要去独立思维，自己琢磨，通过人生中生活里面的各种经历和细节，去发现和领悟佛法的内容。换句话来说的话，要让佛法教在我们心中主动的升起，而不是被动的接受。佛法应该是从我们内心深处油然而生的一种认知和认同，而不是把经论当中的内容硬生生的灌输到脑子里面。这是填鸭式教育，学佛不是这样的。
上师和经论都只是引导，重点是要我们自己去想明白其中的道理。这就好像一道数学证明题，佛法教授的内容就像这道题的结果，等式的右边我们要做的是要去证明这个结果，而这个证明的过程才是解答这道题的关键。所以呢，比如说我们现在讲暇满人生难得，这是一个答案，我们不能去死记硬背或者强行把这种概念附加给自己。重点在于呢，我们要自己去体会这件事情，然后呢，由衷的、主动的、发自内心的升起这样的一种想法和观念，这才是最重要的。那么修行到底是什么呢？从本质上来说，佛法的修行是精神的训练，就跟运动健身是一个道理。健身锻炼的是物质世界的自己，而佛法修行是对内在世界的训练，一种内观的修持。换句话说，就是朝里面看，看向自己内心的训练。那方法是什么呢？如果要看外面的世界，我们用眼睛以及各种感官去体验经历。但是呢，如果想要看清自己，目的是修心的话，那就需要停下脚步，静下心来，去体会和感知。但是有一个问题，这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节奏都恰恰相反。现在的社会呢，可以说是物质的社会，人们的脚步越来越快，终其一生的去追求那些可能自己也不太确定的目标，从求学到毕业，从工作到家庭，最后大半辈子一晃就过去了，基本上是盲目的去跟着时代、社会，跟着周围的人和环境走过了一生。在这样的忙碌当中，都没有来得及停下脚步来看一看、想一想，我们到底做的对不对，有没有意义。那么现在，当我们终于决定暂停一下，去思考和寻求一些答案的时候，其实佛法的修行就已经开始了。随着老师教导的方法，一步一步耐心的坚持修行，试炼自己的心，直到有一天，我们的心就会达到一种既柔软又坚韧，既强大又温暖的状态。这就说明修行有了效果，佛法融入了自心。所以说，修学佛法的第一步就是要静下心来，把目光收回来，不看世界，不看别人，只看自己，就像对着一面镜子一样去观察自己。如果连自己的条件和状态都搞不清楚，怎么可能搞得清楚自己的心？那就更别说是修心修行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先讲暇满人生难得，这就是
认清和了解自己的第一步。那么想要了解暇满人生多么难得，首先呢，我们要来看看仅是投生为一个普通的人生就有多么的不容易。杂阿含经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次佛陀在极孤独远的时候，随手从地上抓起了一把土，然后就问众人，是我指甲里的土比较多呢，还是大地上的土比较多？大家回答，世尊指甲里的土太少了，大地的土太多了，这两者比起来根本没有可比性。于是呢，佛陀说道，我指甲里面的土就好比有形的众生，只有那么一点点，而那些细小到看不见的众生就好比大地上的土一样多，数也数不清。同样的道理，那些生而为人，死后再次能够投生为人的人，少得像指甲里的土一样，而事事都投生在地狱、畜生或者恶鬼的众生，多的就像大地上的土一样。所以呢，佛陀告诉我们，前生和后世都能投生为人的可能性，就跟指甲上的土和整个地球上的土相比较一样。如果大家仔细用心想一想，应该能体会到啊，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概率。那么在六道之中能够投生为人就已经这么不可思议，那要是再想投生成暇满人生，成为佛法修行人，我觉得这个概率啊，可能已经没有办法用数字来形容。在一些教言里面啊，就阐述了不同种类的人生。例如有很多人生属于平凡人生，都是那些不太了解善恶取舍，对人生也没什么太高追求的人。再比如说行恶的人生，像屠夫、猎人、杀手等等。而在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生当中，只有暇满人生才是唯一适合修行佛法的一类人。说到猎人呢，有一个米勒尔巴的故事很有名，可能很多人都听过啊，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都知道米勒尔巴常年在山洞里独自修行。有一次呢，他来到了西藏和尼泊尔的一个交界处，找了一处山洞住了下。现在这个地方呢，属于尼泊尔的马南地区。有一天，米勒尔巴突然听到山洞外面传来猎犬的叫声，接着就是一声巨响。于是呢，心想这里一向是寂静，是禅修的枷锁，难道今天来了障碍了吗？想着想着，就走到洞口前面的开阔处，坐在一块巨石上面。一会儿的功夫呢，只见一只黑鹿
汗如雨下，惊恐万分的样子，慌忙跑到尊者前面。米勒热巴一看，马上升起了悲心，心想：多么温顺的一头鹿，纵然从未伤害过他人，如今却被追赶，害怕成这个样子，实在太可怜。于是就向黑鹿唱起了道歌。听说米勒热巴很擅长，也很喜欢唱歌，所以经常唱道歌。他的悲心和歌声感动了黑鹿，也抚慰了他的痛苦和恐惧。黑鹿呢，不禁流下了眼泪，乖乖的走过来，安静的卧在这个尊者的左边。这个时候呢，米勒热巴就想，刚才听到了狗叫，估计那条狗已经就在不远处。正想着的时候，只见一只棕红色的猎狗气势汹汹的向黑鹿狂奔过来。米勒热巴想如果能平息他的怒火，那该多好。于是呢，心中充满慈悲的对他唱起了道歌。这次的这个歌声呢，也同样感动和安抚了猎狗。他摇着尾巴走过来，舔着米勒热巴的衣服，然后就卧在了尊者的右边，两个爪子乖乖的放在前面。就这样，一只鹿和一条狗一左一右，像母子一样安详平静的趴在米勒热巴两侧。这个时候呢，米勒热巴就又想在他俩后面一定有个猎人跟着，估计很快就要到了。结果呢，不一会儿的功夫，只见一个身材魁梧的猎人，手里拿着弓箭，气喘吁吁，大汗淋漓的跑过来，眼露凶光，一副傲慢凶狠的样子。他看到鹿和狗既然那么温顺的卧在尊者两边立刻就想，一定是这个于且氏搞的鬼。于是呢，就气冲冲的说道：你们这些禅修打坐的人简直是无处不在，不管我是在高山上打猎，还是在湖边捕鱼，到处都有你们。我看你们这些于且氏死一两个也没什么关系。今天我倒要看看你的布衣能不能挡得了我的箭。说着呢，就拿起弓箭，准备射向米勒热巴。这个时候呢，米勒热巴就想对动物说上几句法，他们都能有所感化。他是一个人，我要是对他说几句法，他应该也能听得懂。于是呢，就对猎人说道先别着急射箭，听我唱一首，再射也不迟。于是呢，就唱了一首道歌。歌词大意是说，佛陀说人生难得，可是今天见到像你这样的人，也不觉得有什么难得。降服外地没什么用，今天是降服自心的时候。虽然呢，这个歌词的内容这个猎人没太懂，
但是呢，他觉得鹿和狗这两者向来都是绝对不可能共处的，如今呢，却像母子一样和睦相处啊，实在令人费解。此人一定有些过人之处。于是呢，他就走进尊者住的洞穴，仔细查看了一番，想要瞧瞧这到底是何方神兽。结果洞里面除了一些荨麻草之外，一无所有。这个时候呢，他心中不禁升起了一丝信心，就对米勒耶巴说道请问你是哪位上师啊？师承何人？修的是什么法？谁在照顾你？我能不能跟随你修行？等等一系列问题。于是呢，米勒耶巴就又唱了一首道歌作为回答，意思大概是说我是米勒耶巴，蒂罗纳罗马尔巴是我的上师，雪山土山是我的住处，岩羊和鹿是我的家畜，兔孙狗狼是我的守门犬，日月星辰是我的风景，神魔仙人是我的邻居，猿猴和熊是我的玩伴，光明快乐是我的陪伴，荨麻野草是我的食物，山泉池水是我的饮料，气脉明点是我的衣服。你要是觉得这些都适合你的话，就来跟着我学习吧。猎人听后呢，看到尊者所说和他所见的状况完全一样，心中呢备受感动，随即恭敬的顶礼尊者，而且把弓箭、猎狗和全身家当悉数供养给了米勒耶巴，并请尊者慈悲摄受他们。于是呢，后来这个猎人就成为了米勒耶巴的8大弟子之一，叫做猎人耶巴。所以说，我们能够投身为人道的几率已经是微乎其微，而又能在各种不同的人生当中获得暇满人生，成为修行人的可能性，基本上就是微小到很难用语言来形容。我觉得很多人体会不到人生难得的主要原因是看问题的角度或者眼光不够远大，所以呢才意识不到自己有多么与众不同。假如我们只是看看周围，尤其只看到身边的几位道友，那暇满人生就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呢，如果把心放大，眼光放远的话，就会发现这是一件多么神奇的事情。我们来想一想，现在全世界一共有78亿人，这么多人里面信奉其他宗教的全部加起来已经不是少数，而剩下的人当中，按照如今的趋势，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无神论者。这些人里面有相信自己的，有相信及时享乐的，有相信科学的，还有相信金钱，形形色色。总之呢，如果我们站在一个全人类的角度来看，那些对佛法有信心而且充满正信的人，绝对可以算是
少之又少。而在这个基础上又决心修行，而且追求究竟解脱的人，更是难上加难。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眼光放得更大来看，地球上的修行就已经是这么难能可贵。如果要再扩展到整个宇宙去计算的话呢，那修行佛法的生物又有多少呢？如果按照佛教中的这个宇宙观，用六道来估算的话，首先地狱和恶鬼有多少众生，先放在一边，天人阿修罗也暂且不谈。就说旁生，仅仅在这个地球上就有多少动物呢？而在这数也数不清的这个飞禽走兽里面我们可以生而为人，还是一名修行人，这个概率是多少呢？可能是亿万分之一吧。反正我的数学也不是很好，也算不大清楚。总之呢，在这个概率里面，再算上地狱、恶鬼、天界等等所有六道众生，把整个宇宙的众生全部算起来的话，能够成为佛法修行者的概率，可能就小到小数点之后多少个零都数不清了。这个数字应该是已经超过我们的理解范围了。所以呢，平常我们在想问题的时候，不能只是看着自己眼前周围的几个人，这样不会觉得有什么难得之处。我们必须得把眼光放远，站在一个整体的、具备一切可能性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才能更准确地了解到真实情况，才能知道自己是才能知道自己为何人，身在何处这是一种拥有自知之明的智慧。其实呢，就算是在平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随时会体验会体会和这个观察。比方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无论是一栋居民楼还是一个住宅区，所有住户当中有多少人相信佛法呢？其中又有几个人愿意去行持呢？再比如我们走在商场里面，周围那么多人当中呢，有几个算得上是修行人呢？又比方说走在路上的时候，我们把草丛、树林里所有昆虫、小鸟等等每个众生都算起来的话，其中修行人的比例又是多少呢？佛经里一句名言，人生难得，佛事难遇。当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有多么珍贵的时候，就想想这座城市里的人，或者整个国家的人，乃至全世界所有六道众生的时候，可能稍微就能体会到一些与众不同了，一下子就会有一种脱颖而出的感觉。那么第一种难得，本质难得，是从概率的角度来讲。第二个因缘难得，是告诉我们从因缘的角度来讲，下马人生是多么难不容易。刚才我们讲到，
人参的用处之一是可以持守戒律，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也只有持戒才能有机会投生善道。持戒清净和获得暇满人身，这两者之间呢，是互为因果的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戒律的清净实际上靠的是身体和语言的持守，所以呢，持戒的果报就是能够得到暇满人身。这就好比想要获得财富，就要先去布施；想要结交善友，就要修持忍辱。所以呢，经论当中说，如果想要投生善趣，最根本的成因就是持戒清净。根据菩提道次第广论的说法，想要获得暇满人身，需要具备3个条件：一，以清净戒律为基础；二，以布施忍辱等为助伴；三，以清净愿力来连结。这里的戒律指的是十善戒。一般来讲很多人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很少人听说过十善，就算知道又能够做到的人更是为数不多。然而就算做到了，也只是远离了八无暇而已。想要得到十圆满，需要再以布施忍辱作为助伴。所以呢，能够断十恶又可以行持布施忍辱的人，可谓是少之又少。但是呢，就算全部都做到了，也不能保证可以获得暇满的人身。为什么呢？因为还要依靠愿力。如果愿力不足，即便行了善，也无法把这些善根转化为暇满人身的成因。我们看看这个世界上的人就知道行善的人不多，作恶的人不少。尤其是如果对一位菩萨生起了嗔恨心，那就要在恶趣之中承受一劫之久的痛苦。而恶趣的众生由于处境状况的关系，通常都会继续造恶，属于恶性循环。所以呢，这么看来呢，基本上很难再有出头之日。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加上基础、助伴和愿力3个所需条件，那真的是就万劫难遇、不可思议的任务了。所以呢，如果投生到了恶趣，别说获得暇满人身，就连听到这个名字就都已经不太可能了。所以呢，噶当派大师纽苏曾经说过，用现在之福暇满人身来成就佛果，跟从3恶道中转生善道人身，这2者相比起来，前者要比后者容易100倍甚至1000倍。所以呢，用我们现在的人身来成就佛果，是最容易最接近的。那么这就是从因缘的角度来讲，暇满人身非常难得的原因。那么第3种难得是通过比喻来说明。佛陀告诉过我们不少的比喻，其中呢最著名的一个盲龟
浮木。在《杂阿含经》中是这样说的：世尊告诸比丘，譬如大地西成大海，有一芒龟寿无量劫，100年一出其头，海中有浮木，只有一孔，漂流海浪，随风东西，芒龟100年一出其头，当得遇此孔否？阿难白佛：不能世尊，所以者何？此芒龟若至海东，浮木随风，或至海西，南北四围，围绕一耳，不必相得。佛告阿难：芒龟浮木，虽复叉尾，或复相得。愚痴凡夫漂流无趣，暂复人生，甚难于彼。简单来说，假如所有的陆地都变成海洋，那么在这么大的海面上，随风漂浮着一块木板，木板上有一个小洞，在海里呢，有一只芒龟，寿命无限，每100年从大海里探出头一次。它探出来的这一下，能遇到这个木板，而且穿过上面那个洞的几率，基本上可以说小到没有。而我们能够得到这副人生的几率，比这个还要小。在马明菩萨所著的《大圣庄严经论》里面，引用了这个芒龟的故事，而且在后面写道：我昔闻有一小儿，经中说，芒龟直浮木孔，其事甚难，使此小儿，故穿一板，做孔兽头，置着池中，自入池中，低头举头，欲望入孔，水漂板固不可得止，既自思危，即生厌恶，人生难得，佛以大海为喻，浮木孔小，芒龟无眼，100年一出，鱼难可值。我今池小，其板孔大，复有2眼，日白出头，犹不能止，况比芒龟而当得止。马明菩萨听说曾经有个小孩听了芒龟的故事之后，就自己找了一块木板，打了个洞，扔到池塘里，然后自己跳进去，想要试试能不能做到在水里从木孔中钻出来。结果无论他怎么试，都根本做不到，因为水的流动会让木板一直飘走。于是他就想，佛用大海做比喻，而我呢，尺子小，目孔大，还有2只眼睛盯着木板，这样都穿不过去，更何况是一只芒龟，在茫茫大海上100年才出一次头，这怎么可能做得到？所以呢，人生实在是太难得。在藏文干预二里面的南陀出家经当中也有一个比喻，拿一根针把针孔朝上，
然后呢扔一把芥子，如果有芥子能正好掉进针孔里，这个几率就是能够获得暇满人参的几率。另外呢，在体味经中也有这样的一个比喻，如有一人在须弥身上以先履下之，一人在下持针迎之，中有绚烂猛风，吹履难入针孔，人参难得胜过于世。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站在须弥山顶，往下面扔丝线，另一个人在山脚下拿着针接应，他们两人中间呢，狂风乱作，那么得到人参的几率比在狂风中丝线刚好吹进针孔的几率还要小。这个比喻如果换作现在就好比从珠穆朗玛山顶往山下扔丝线，狂风大作的时候呢，能不能吹到山下8000多米之外的针孔里，基本上可以说是几率差不多为0。所以说暇满人参比这个还要难得。不仅佛陀讲过很多比喻，后来有很多高僧大德也都试着告诉我们暇满人参有多么不可思议。一次波多瓦大师在讲法的时候是这么来形容的，比如现在我们面前有一只小虫子从地里钻出来，然后向我们合掌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我们会不会觉得特别神奇，简直不可思议？同样的，我们在三恶道里面辗转流荡了很久很久之后，现在终于有机会得到了暇满人参，而且还能够修持佛法。此情此景，比那只小虫子合掌念佛还更让人难以置信。那讲了这么多比喻目的是想告诉大家，如果能够站在一个更全面更加深刻的角度去看问题，也许我们就不难发现，生而为人，获得暇满人参，又能成为一名佛法修行者，是一件多么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但是呢，现在就实实在在的在我们身上发生了。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好好的去珍惜和利用它。以前有一个人找到一块上好的沉香木，拿到集市上去卖。大家知道沉香是非常珍贵、价值连城的木材，但是呢，他所在的这个地方没有人知道什么是沉香，所以呢，一直无人问津。傍晚的时候呢，在回家的路上，正好看到一个卖炭的铺子正在算账。他心里就想人家赚到了钱，可自己什么都没有卖出来。于是呢，就这样好几天过去了，也没有人买他的沉香。可旁边的木炭生意倒是流水不断。这个人就想
不如把这个沉香烧了，变成炭再卖，就有钱赚了。于是呢，他就真的烧了整块沉香木，然后呢，赚了一锅黑炭的钱。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了暇满人参，如果还不好好利用它，去好好的修行，那才是真正的有眼无珠。说到这儿啊，可能大家也都听过买椟还珠的故事。战国的时候呢，一位楚国商人想要出售珍贵的珠宝，于是呢做了一个漂亮的木盒子，把珠宝放在这个盒子里面叫卖。后来呢被一个郑国人重金买走，结果呢这个郑国人买下来之后呢，打开盒子，把里面的这个珍珠呢就还给了商人，拿着漂亮的空盒子心满意足的离开了。我们现在白白浪费的暇满人参，就是买椟还珠。不管怎么说呢，今天讲了很多故事，希望大家可以自己去好好的去体验反复思考。我们最后呢再来讲一个噶当派的故事，希望能带来一些启发。荣敦巴曾经会问弟子煎阿瓦，你知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有多么难得？由于他不断的去这么提醒，煎阿瓦呢就深受启发。所以呢，煎阿瓦每次在上座修法之前呢，都会先念诵《入中论》当中的一句颂词：若得自在住顺处，摄此不能自摄持，堕落险处从他转，后以何因从彼出。这句颂词的大意是说，现在身心自由、顺缘具足的时候，若是没有好好把握，那等到日后堕入恶趣，完全身不由己之时，谁能来帮助你呢？所以呢，就是煎阿瓦都会先念过这句颂词，进行观修和思维之后，才开始继续自己的修行功课。后来呢，他的师叔广巴瓦看他修行实在太拼命，连觉都不太睡，于是呢就对他说，孩子要休息休息，放松一下，如果太努力的话呢，身体会吃不消的。听他这么说，煎阿瓦答道，您说的没错，但是呢，一想到人生难得，我就根本没有办法休息。所以呢，往昔大德们能够获得无上的成就，不仅因为他们天赋异禀，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人生是多么难得，因此呢，更加精进努力发奋修行。所以呢，今天他们就那么厉害。今天就说了这么多了，希望能够带来大家一些触动和感悟能慢慢体会到其实自己有多么的幸运。那今天先讲到这里，谢谢大家。